廖天丁，我已经放人几啊摆啊，为着大日本帝国，我这摆一定要公事公办。来，来，你个小伙伴，小弟们，哟，亚麻古志啥？你是头壳歹去哦？你甲即阵搁伫暗号聊天顶，叫，嘿，我甲你讲哦，傻气上会互人生气啊，都是你伫暗号这个抗日分子的结果呢。啊，你搁敢骂我啊？哎呦，嘿，啊你敢骂我？强志愿已经互咱抓着，你是安怎要开枪？若毋是你开枪，廖添这甲面具的，伊嘛袂反。你讲安尼哪会对哈？我若无甲强志远开枪啊，凡是傻气上就对凶啊啦。嘿，这就会当证明讲，我进前所讲的话拢对。廖添顶面具啊，根本伊对这个大日本帝国就无忠心啊。有错，这是事实啦。我甲你讲吼，你麻烦大，你知无？就算我廖添顶甲面具互你抓着，我甲你讲，你敢管，无死嘛半条命。你，你敢想要杀我的哦？啊！我袂杀你，我一百块袂消。啊！报告，我刚刚找过廖天丁。亚麻古志啥？你若真是敢杀我，就证明你是抗日分子，傻气上，更加袂原谅你。来，我甲你讲，廖添丁甲面具啊吼，一定着伤啊，伊走无远啊。只要恁甲我斗骹手，若会当抓着因哦，我就先关，我就会牵先恁，知无？嗨，行，咱来迄边找看卖咧，好。呀，咱来迄边找看卖。嗨。大个，因即马吵咱吵到遮厉害，我看你莫去啦。免啦，志远即马受伤，人毋知伫倒位，我袂放心啦。是你啦，你好在遮等我等下，啊较细致，知无？感恩，互人无聊，糟蹋，人是了解傻气弱点，因才会安尼做。奇怪，奇怪，你不要过去了，奇怪，跟我讲话，奇怪，你的演戏，你跟我讲话，我是变猪啊，奇怪。志远，志远，对不起，我实在真计上。
我无迄个能力救。志伟，你是一个真正的查某囝，我希望大家是我，不是你。对你啊，实在真心的，过去对你的误会，请你原谅我。杨梅，讲什么原谅？这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我才允许。叫老虎爷，我用你手抓，治完这个冤仇，我用定用我的性命替伊报。志华，已经将一切拢甲我讲，我了解你的心意，你已经尽力。错讲一句，这拢是志远的命。你竟然要行这条路，我也无怨叹。你好少年，你行的路真长真长。你唔通为着志远，要来替伊报冤仇，赔救你的命。志远是我的兄弟，无论安怎，这个冤仇我一定要替伊报。点这边，要点点的，无得啦，你去倒？哪有离开新德啊？你黑白讲，新德城即马规个拢封条条，城门也关起来，无人有再度出入，伊要走去倒？就是啦，阮大功夫遐尼好，你若想要掠伊，免小心啊啦！你，我甲你讲啊多啦，人叫你掠着，要安怎凊彩你啦？咪句话，恁是安怎要反背我？我甲你当作是朋友，恁是安怎要骗我？亚马古吉，你错啊啦！我是错啊！我性格天真，我一定甲你当作是男子汉，欣赏你，想袂到，恁毋是。把钱出来！请爱讲的是你，廖点点，你唔惊死，也唔过，你惊面具会为着你死。对，我面具的20年啊，同款阁是一个好汉，你开枪啊！可惜，恁大即马无材料做好汉。我安尼讲对无？姚添丁，讲对，廖添丁永远就是好汉。妈咪啊！你讲我无像阮大汉人死嘛？以后袂变，我让你死！你开枪啊！你给我，你退出来！
大汉，你找什么爽啊？好死啦！莫啰嗦啦，去找啦。高连丁，哪会遐晦气？互我死死啊过去！简单一回事，可惜。三七哥，我安尼讲遐尼济话互你听，敢讲你袂了解我的心意上？你还阁伫咧怨恨我？唉，你莫阁踮遐一直哭啊！我这世人上介气，就是迄查某人当我面头前安尼啼啼哭哭。人我的查某囝嘛，毋捌当我面头前哭，伊若有是人我笑的啦。三七哥，我知影讲强子苑的死，对你是一种的打击。也毋过我嘛是有甲你讲过，是伊想要刺杀我，你嘛是伫咧现场啊。我会安尼一直甲你解释，就是我互你安尼过头伤心。三七哥，我会用强家收尸啊，形容算一人柱啊。我若毋是看伫你的面子上，我就将强子苑尸体甲丢到南门口市上。Sasaki さん。父さん。安尼啦，倒上哦，这一礼拜也来转去日本一撮。你去甲倒上来去日本佚佗佗行行的，好无？我不爱去，我不爱离开这。好啦好啦，要无你才有考虑看卖啦。你也莫讲一时就来做决定吼。三七哥，来，倒上长秋乐啊，拉上。你给我提谢谢。是。哎，等下，我看，我是该提来谢好。Sasaki さん，那连手拢袂放心互别人洗。你安尼算什么好汉？打假喽！大汉，你若摆开去就该做掉啦！你来放一条生路，你袂敢进来啦！你即马靠袂着吼，咱马上就死啦！你把手软啊！我来啊！我，安尼啦，大汉啊！你原来免加好水啦，田经。旧的，我一直甲恁当做是一个男子汉，破心肝甲恁斗阵。真正恁发生遐多代志，我一直徛在恁这边，挺恁到底。结果恁是安怎样对待我？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是因为立场的问题。什么叫立场的问题？恁若好好啊对我，毋是共款的当替台湾人做代志，无共款。是你压迫阮台湾人，是我廖天丁想叫阮台湾人站起来，做家己的主人。你，顾志生，真实的，我嘛无想要气你，只是怨叹你我是伫这个共时代，立场阁无共款，这点，请你来体谅。哼，体谅。恁敢有体谅我？田丁，你若是一条好汉，你若有气魄，
就甲我做一张生死的决斗。我咧在讲啥啊？你创啥？你点点坐遐听落。大呀！我就等你遮久吼，我即摆全部自然知了啦。好啦，你就当作无听到。你莫笑软就好啦。柯志桑，我知影咱两个中间有真侪错误，无论你安怎骂我，安怎讲我，安怎怨恨我，我拢无会讲。但是我要你了解，伫我的心肝内，我犹原真钦佩你。我肯定你是一个查甫囝，是一个男子汉。只是你身为一个日本人，是无办法了解阮台湾人的悲哀啦。有可能。姚连丁，你无底味啊！杀杀去杀，伊袂放你煞。你唔免搁做一款无必要的反抗。你讲倒转来，我嘛袂放你杀杀去煞。你唔是伊的对手，是不是伊的对手？即马讲个上早，廖天兵，你唔通袂记哩，你这条命是我的。你醒醒啊！阿娘，阿娘，阿妈娘，阿妈，娘，你哪要救我？你哪要我死呢？阿娘，阿妈。你没演戏了，阿娘，你别当帮我拜官，快去吃人走，阿娘。我叫家什么都无，千万难走。我一个，你这世界有什么意思？拜托了。你叫我来走，我来死死的看阮我。阿妈，我不要让你走，我不要让你走，阿妈。阿娘，你对我想到几了？咱讲啊，不用你抱你呢，不用你抱你呢。你那个我心。我来走，恁都无什么看路。等恁了少年，会找一个较好的人嫁嫁。袂啦，我袂啦，我要娶阿妈一世人，我袂离开乡下啦，阿妈。我嘛是啊，我平说，死是乡下人。是，嘛是强家的鬼，
我是习惯人，我永远是咱强家的媳妇啊，阿娘。阿娘，你奈何我安尼这宽心放袂落心？阿娘，阿娘。三七哥，这样你阿妈你是要去倒位？我要去帮阿妈买药啊啦，干嘛呢？就阿妈的药啊无啊。三七哥，你是不是要去找聊天的？啥？多少？多山家你伫咧耍笑的啦，你嘛袂讲好好日子毋过，甘愿要去假管猪狗不如日子对无？多少个人拢对啦。三七哥，你啊实在是真友好。多谢多少的学咯，多少？安尼我去买药啊吼。小等下，三七哥，我有一个预感，聊天顶会来找你哦。迄哪有可能啊？多少？我的预感啊，将来就毋捌错过。三七哥，我假使有一天聊天顶来找你，你会安怎做？你会放伊走，也是会叫伊出来斗啊，也是叫来归顺大日本帝国？你的意思是？我会回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伊害伤那点，因为伊互多少无欢喜。真好，真好，你哦足成我的查某囝，实在有够成的啦！伫迄3年前，我伫中国东北的时，嘛捌拄着一款情，我的查某囝讲话，完全拢总甲你同款。伊嘛是安尼讲，因为对方的人就是互我无欢喜，所以啊，伊才去刣对方的人。真好，确实真好。三七哥，算讲你有我的，所以我才会收你做我的客查某囝，互你踮我的身躯边，这啊明明是天的安排。你去，你去无用。是。聊天顶。你随时拢会用来，我会食庆饭长等你。大南丁，你莫讲啊，你拍袂赢沙沙其桑。你毋免骗我，你即马心肝内咧想啥？我看出出来。我搁提醒你一遍，你这条命是我的。廖添丁，你即马心肝真乱，无法度通平静。你也袂甲沙沙去上决斗，你就一定输啊！多谢你的提醒。但是，该我做的代志，我也还是会去做。
可以，叫你出去，叫你不遐呀！亚马古市场，真歹势，互你较委屈。是啥？我解决迄傻傻去啊，甲当个西总社。你做你放心，我这条命会留互你。呀！你起来看老夫人，老夫人人伫倒？老夫人，你人无爽快，伫房间遐内底休困啊？是咯，是毋是古井头发？毋是啦，是昨暗吊到自杀，叫阮救起来啦。你给我干！刘三，莎莎去上也袂出门，还搁伫厝里内底。阿川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要甲我顾好，有啥物动静，随时来通知阮，知无？你给我干！老夫人，天明啊，老夫人，刘三，安怎？你有较好无？老夫人啊，你莫安尼啦！我甲阮住来遮吼，是希望讲你勇敢活落去。老夫人，你一定要较坚强的。志愿已经无伫，乡下大大细细的代志，拢需要你来烦恼。做你放心，我甲美姑已经考虑好，最近，阮就要去找迄个杀杀去，拼一个死死。你唔通自找麻烦啊啦，赶紧离开遮。因为杀杀去的人心向手软，遐尼小心的人，你哪我都找到伊弱点亲近伊咧？我知影，这是一件真危险的代志，但是为了志愿，为了所有的台湾人，我甲美国已经决定要安尼做。而且，人你讲，阿两万万，嘛一定有帮，我都唔信找不伊的弱点。天明啊，你无办法的啦。我伺候伊的这段时间，我知影伊这个人哦，真孤僻，搁真爱生气。伊的衫拢家己洗呢，连伊的白手拢嘛拢袂互别人洗。亲像伊这款个性的人哦，做代志一定拢足细腻的。你是要安怎找到伊的弱点啦？白手龙，你话大个，这个莎莎去哦，最爱生气的呢，连要杀人时阵哦，都挂白手龙。对啊，若是有一点仔垃圾哦，伊就会无欢喜，还佫会发脾气呢。有啊，大个，你是想着撇破笑？但是我需要恁大家甲我斗相共。无咯，随口面看车准备好未？嗨。莎莎去啥？入来，莎莎去啥？哪会是你？也杀这裤咧？小姐伊昏去啊啦！是安那无代无钱来分？我唔知呢，人咧？就伫阮房间遐啦。高小哥，我啥？嘿，杀这裤是安怎想？莎莎去啥？莎这个伊伊是毋是发烧？无啦，伊自较早吼，就安尼雄雄分去的旧镜头啦。杀这裤，
30块。以后唔通互小姐去带咱的食，一间敢若低调咧，一个人来带哦，唔破病嘛就破病。哼！阿春啊，有恁小姐带另外一间房间。是。沙沙先生，什么代志？你请一个先生，甲小姐看一下无？废话，这就跟我讲是。是。沙沙先生，又搁什么代志？我伊的意思是讲，等下哦，去请先生来甲小姐看一下，啊，我则叫阿春哦去拼伊的房间，拼好，才甲小姐扶遐困啦，吼。如是。记者，呀！莎莎去听到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保证。係。有聊天顶的消息无？报告莎莎去听到，真紧都有啊。大家咯，好。全身得成拢总封锁起来，到阵了无法度通来掠伫聊天顶，饭桶。好。到日头落山进前，若是还佫无法度掠伫聊天顶，你就踮南门口700以下天虹。天龙一家万岁！保证。好。也莫屈一个。唔知影。报告莎莎去听到，我看亚麻估计上甲聊天厅做伙哦。莎莎去上听到，你对亚麻估计上都会较顺意啊呢。可以啊喽！好。呀！莎莎去听到，落落。亚麻估计上，下摆我一定要甲你好。像。
2点，你进入欺骗，所有台湾人拢欺骗。喂，你哪用啊？伊用刀来你扑手，你就都无兄爱着。这就会骗我。对，你去找那中央社团，我来去找亚马科技。你家己还较细腻。恁团恁落去，甲遐百姓讲，提前到10点以前，将聊天顶交出来。遐若无啊，每超过半点钟，请杀一个。嗨！咪姑嘞！唔是，苏拉囝，你这是苏拉囝，你死定！咪姑大，咪姑大，这是笨死，你该死啊！啊！我想法，起来！咪姑大，咪姑大，哎呦！我想法，出卖台湾人，连你家己的亲情你也敢出卖？你真正是有够恶质的！哎呦！我是恁在讲，我心不由己啦！呸！哎呦！这个苏拉，你甲我做告白，快去来回信嘞！这好啦，我伫皮啦，哎，恁免惊啦，我是来甲你回信的啦。哎呦，这阿伯阿姨啊，我拄着我唔对，我不应该叫恁跪啦。我唔是人事的啦，我唔对啊！恁原谅我好无？把电话线我调开！哎呦，咪个大啊！我知影我唔对啊啦，你原谅我好无啦？我想法啊，哪有其他人哈？哎呀，我来。已经死啊！免怀疑，千真万确。要白手套，是伊随身之物，
你看了噻。你安尼甲我放，是啥物意思？对你来讲是种侮辱，敢毋是？无毋对。你哪会了解我？怪我会互你牵甲戆戆死。行，你倒。死死决斗，你敢毋惊死？死了毋是？兄妹啊，哎呀，那你咧做，我来做就好啦。万一有啥去上看到吼，就废去啊。老太太，这真乱啦，遐用讲你创啥？老太太，小奶奶，啊，你就紧讲啊！哎呦，紧的啦，我你心中就强要互你。阿妈，老太太，别惊啦，是好代，好消息，是好消息啦！好消息！阿豪，是啥物好消息？你著紧讲。莎莎去送哦，伊死啊！是啊，哎，阿豪，这种代志莫白讲呢。我讲真个啊，小奶奶，莎莎去送哦，是去哦吊上台子的。天公不要有目睭，天公不要有目睭。我就知影，我就知影是死冤伫天顶咧保庇咱啦，是咧保庇。阿豪，啊田明仔咧？哦，这我唔知啦。啊，对啦，倒来吧，还有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顾少爷哦，叫面骨甲一大团人哦，拍到半小时，即嘛吊咧街路的。真是无言，真是。你有遗言要交代无？有，你讲出来，我会照办。真实的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真好。请你以后好好对待台湾人，互因活了较有尊严，唔通阁甲因压迫。干那安尼尔？你真是做会到。我只要答应你，我就一定做会到。也阁有，将强卡所有的财产处客，还我强老夫人，莫阁去找因的麻烦。无问题。安尼我无啥物挂虑啊。